今仔日是劳动节，同时呢嘛是连假的头一日。这礼拜进前，各地呢大部分拢是好天的，上热是有可能会呛到30度。也毋过礼拜暗开始就要来变天啊，因为第一波黄霜雨的这锋面通过，后礼拜这天气会加较无稳定。连假的第一天，北部天气还阁留啊凉冷。气象署指出，这3天连假自半个开始，东北季风减弱，温度会加悬。到礼拜日时，各地大部分是这份好天，敢若山区、大台北地区甲宜兰过头会落一寡雨。然后自礼拜暗时开始，因为第一阵黄霜雨锋面通过，加上后礼拜至华南分河区扫入来，各地雨水会较济，到后礼拜3才减少。我们广义定义上来说，5、6月都是梅雨季，所以其实算是下周，就是周日晚上到周一是5月第一波的锋面。不过具体来说，这波锋面的影响期间还是稍微短一些，大概是周一、周二到周三之后就会缓和。那具体整个雨势啊，或是范围还是有一些变化性。那后续是否有新的另外一波锋面，可能要再观察。在温度的部分，气象署表示，连假自半个到礼拜日3日，各地气温会豆豆变烧热，高温有可能会呛到30度。待当礼拜的时，可能会有火烧风，嘛着要加注意。然后礼拜暗时开始锋面通过，加上东北季风变强，中部以北、东北部甲东部会阁翻冷。而到了周日晚上，随着锋面通过，东北季风增强。白色和绿色的线，北部、东半部温度会先下降，而中南部地区也会因为云雨带增多，到周二之后温度也会下降。而到后续东北季风减弱和降雨缓和下来之后，各地的温度又将在周3、周4逐渐的回升。另外，气象署嘛指出，连假这3天虽然东北季风有在减弱，也毋过偏乌甲恒春半岛风也是真透，嘛提醒民众都要加注意。记者卢尚如、郑春友台北报道。